不错不错，果然有不少人物在这儿，看来我这趟没白来啊。在下是武功天下第2，向各位英雄请教了。那我还是天下武功第1呢。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，不就是要找燕追云吗？我就是燕追云，谁在找我？怎么想比试吗？我来。嘿。燕家剑法。走。你放开我！你是什么人呐？拉住我！你是谁呀？我是谁？你管得着我是谁吗？人家本来马上就要打赢了，你添什么乱呢？你为什么要冒充燕追云？你和燕家宝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冒充燕追云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燕追云。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我是燕追云了。你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冒充她？你知道全天下的人都要杀掉她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愿意。我就是天下第2，你以为我怕他们来杀我吗？哼，我才不怕呢！你在哪儿学的燕家剑法？你用燕家剑法干过什么？哎，你这人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啊？你管我在哪儿学的燕家剑法？我高兴说就说，不高兴说就不说。凭我手中长剑，绝不会让人玷污燕家剑法。燕家剑能在我的手中使出，那是它的无上荣光。难道你也想跟我比试？你到底说不说实话？该说的我已经说过了。燕追云，老子与你不共戴天，士可杀不可辱。燕追云，你死定了！对，死定了！哼，这小子！二位，这是怎么了？燕追云杀了我师兄，我们找他报仇，谁知他狡猾得很，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把我们俩分开，把我们打了一顿，太可恶了！就是啊，别让我见到他，让我见到我非杀了他不可！哼，什么天下第2？本来他根本打不过我们兄弟俩，可这小子居然会我们华山剑法，更可恶的是，他还会破我们华山剑法。哼，10年前燕家宝想称霸武林，这小子学了各派的功夫，又破了各派的功夫，现在卷土重来了。天下第2，谁与争锋？天下第2，谁与争锋？天下第2。没长眼的东西，还不快去通知你们家主人出来迎接我们？他的救星来了。这年头上门来讨好处的人，爷们见得多了，
咱们麦府也乐善好施，可想来讹诈，你找错地方了。你们麦府就是这样招待客人的？那我倒真要替你们家主人教训教训一下你们这些不懂规矩的下人。下次记得要守些规矩哦。天下第二，谁与争锋？天下第二，谁与争锋？天下。请留步啊！请留步。好，下来下来。你又是什么人呢？啊，这大户人家怎么这么麻烦呢？去叫管事的人出来跟我说话。我呢是这里府上的总管夫人，这府上大大小小的事情啊，都是我们家老爷主持着。可他出门未归，各路英雄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好了啊。行，有个说事的就行。阁下是哪路英雄啊？在下嘛，就是天下武功第二的燕追云。这些嘛，这是我刚刚收下的弟子风花雪月，这些是我刚刚收复的部众。哦，燕大侠，失敬失敬。那不知燕大侠今日登门造访，有何贵干呢？啊，不是仇万恶要来了吗？现在全天下的武功也只有我才能对付仇万恶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只有我能救你们全家人的性命。燕大侠，我呢虽然3步不离家门，可是您燕大侠的侠义行为，我早就如雷贯耳。我等实在是非常的钦佩呀。你呀，别在这儿跟我啰嗦了，快点给我通知仇万恶，告诉他到这儿来跟我决斗。处理完他，我没空在你这儿耽搁。对不起，燕大侠，那仇万恶又不是我们家老爷请来的，我们上哪儿去通知他，去找他呀？啊？好吧，大头、二头、风花雪月，这就出去给我大声的吆喝，锣鼓敲得响一点，告诉仇万恶就到这里来找我决斗。哎呀，不能叫的大声的有响，不能叫！哎呀，大侠，大侠呀，等等！哎呀，大侠，哎呀，燕大侠，等一等！燕大侠呀！大侠，这儿没什么高手，只有女眷。这可是你的不是了啊！私闯内宅，惊扰女眷，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！哎呀！燕大侠！大侠，千万别动我们家小姐，有什么事我们好商量啊！哦，原来是麦家的千金，这么好的宝贝，我怎么能轻易放手呢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啊？我想干什么？不管你们是谁，都会来找我的。走，小姐！站住！燕追云，你们是谁？在南京的时候，你杀了华前锋，我们没有追究你，没想到你胆子倒是不小，居然敢追到杭州来。停手！错了。不是已经跟你们说明白了吗？怎么还这样？干什么呢？我先走一步，好自为之。一个人并不是每次都会那么幸运的。幸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活得坦然，活得无怨无愧才是最重要的。两位和关先生还真的打出感情来了。你真的相信他就是什么关先生吗？难道他不是？小乔暂时应该不会有危险。我看那少年疯疯癫癫的，
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蠢事。若真把仇万恶引去了，他若不是仇万恶的对手，小姐就有性命之忧啊。老爷，您看要不要请杭州知府派些衙差来搜救小姐？这种时候本来流民蜂拥，良莠不齐，仇万恶也闹得满城风雨。但毕竟杭州城还有麦家，只要我麦家不倒，百姓还有个希望。若大家知道我麦家连个小姐都保护不了，说不定就会流言四起，后患无穷。我明白了，我马上派人在城中查找。银川啊，我知道你肩上的重任，千万别再出事了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长春，爹，那个秦赵秦捕头已经弄到了仇万恶的画像，他还通过刑部衙门向仇万恶发了警告令。原来还有一个好事不做的假燕追云，下次让我三乐遇到，我一定抓住他，让他跟着我好好学学做好人。我觉得有点奇怪，麦府的2个护卫明明认出了我，却不揭发我，他们想干什么呢？这个我知道，他们是想保护你，他们想学我善有善报，来回报你的。这么一闹，仇万恶可能会抢先随时动手，我们一定要在他动手之前跟他了断。我在麦家等着他不就得了？那明天我也去。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关心起麦家来了？因为我觉得麦府上下有点奇怪。你不是喜欢上麦家小姐了吧？来，我们喝酒。干嘛？怕什么？人生在世，就是要各种滋味都尝一尝，这样才过瘾嘛。正所谓新丰美酒斗3000，咸阳游侠多少年。做了少年游侠，当然要像游侠一样生活，要像游侠一样豪情万丈。来，我们干杯！在岛上生活一定很美吧？一定很开心，很快乐。有时候开心，有时候不开心。你是自己一个人跑出来的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不告诉你。哈，还以为你这个大家闺秀跟我这个野孩子不一样，原来也那么不老实。女孩子终归还是女孩子啊。不过我们那种地方可出不了你这样的女孩子哦。其实，我倒还想跟你换一换哦。为什么？那儿一定有很多花，很多树，还有很多小动物吧？嗯，对啊。可是我一点也不喜欢，那里根本就是一座荒山，不像你在这里大户人家，花花世界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。我虽然生活在人间天堂的杭州，我们麦家又是杭州最好的人家，但是我生活的环境何尝不是一座荒山呢？春夏秋冬，日出日落，我每天与琴棋书画相伴。其实生活的很简单。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总生活在一个地方，每天过着相同的生活，那一辈子不就只活了1天吗？其实只要是你自己想要的，哪怕只有1天，也是开心的。不，以后你跟着我，做我的徒弟，我要让你每一天都过得精彩。到外面的世界来，你才知道天有多大，地有多宽，一个人可以多么的自由快活。每一朵花有它自己开放的方式，每一个人也有自己的生活轨迹。只要他自己知道要做什么，按照自己想的去做，我觉得永远都不会觉得可怜的。那你到底需要什么啊？你出来了，想家吗？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娘就离开了。山上除了爹和我，就是一些下人。爹每天忙着练功，
心里除了他的武学什么都没有。我一个人在山上也很快乐逍遥的。后来我就偷偷跟着我爹练功，我还偷看了他珍藏的很多门派的武功秘籍。可惜再后来就被爹发现了，他大发雷霆，说什么女孩子武功高了就一定不会幸福。哼，你看我现在武功高强，成了天下第二，哪里不幸福啦？爹以前从来不理我，现在这么紧张我，你说我到底是现在幸福还是以前幸福啊？你故意招惹你父亲，是想引起他的注意吧？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他这么反对我学武？他可以对武学那么痴迷，为什么我就不可以？他被你的调皮捣蛋吓坏了，他想让你做一个乖巧的好女儿。我哪里不乖啦？后来他实在没办法了，就说要把我给嫁了，说找一个更加厉害的人来管着我。连你父亲都管不了你，还有谁能管你呢？哈，你说的太对了，看不出来，最了解我的人是你呀。我们真是相见恨晚呐。凤儿，其实我能认识你真的很高兴，只是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有几天呢？想那么多干嘛？不要去想了，去喝酒。来，哎，小乔姑娘，恕在下冒昧私访。秦捕头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凤姑娘的动静对我来说已经是太大了。凤姑娘虽然调皮，但还不是一个坏人。但是她扰乱治安，也造成了不少麻烦。如果她真的惹出什么事情来，我也一定不会放过她的。那你来这里不是要抓她吧？不是。我现在刚到杭州，还有些事情要调查。反正离月圆之夜还有几天，你暂时先待在这儿。那我父亲那边怎么样了？麦大人那边现在还没有什么事情。谢谢你呀。那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千万小心。你的碗呢？怎么？难道非要有锅有碗才给祝贺吗？朋友，我看你是存心来找茬的吧？既然没带家伙，先到一边站着去吧。久闻麦家仗义疏财，义结天下，今天看来也不过是徒有虚名。看来我今天没有来错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见你们家主人，和他做个了断。恩仇，可是还没有到月圆之夜。哼，月圆之夜用不了那么久。来了，仇万恶来了！难道你们家主人不敢见人吗？阿弥陀佛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施主不要再作恶了。笑话！我想见的是你们家主人，你们百般阻拦，到底为什么？仇万恶，你今天怎么也跑不掉了。仇万恶，我是黄一刀，我怎么会是那臭名昭著的仇万恶呢？啊，你不是仇万恶，是万里追风黄一刀。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。为什么这块玉上会刻着皇家子孙必须誓死效忠麦家？你父亲没有告诉你吗？他要是告诉我的话，我何必千里迢迢赶来问你呢？你父亲呢？他已经死了。我父亲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前不久突然失踪，回来已是伤重不治，最后连一句话都没留，只留下这块玉。我父亲的死，是不是和你们麦家有关？这也许是天命吧。那他是怎么死的？
对不起，我无可奉告。凭什么皇家子孙必须效忠麦家？大丈夫为人处事恩怨分明，我不会无缘无故受人驱使，总该有个道理吧？那是你对我父亲有恩，还是我父亲曾经做过什么遗憾的事情，被你们麦家抓住了把柄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恩怨分明，是非对错我一肩承担。说吧，是报恩还是还债？但我绝不会无缘无故受人驱使。你父亲黄通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你应该相信他。我都说过了，这也许是天命。你也许知道些什么吧？你知道吗？我只知道你们皇家与麦家有着极深的渊源。遇上的话就是你的宿命，你千万记住，不要违背了誓言，否则你父亲在天之灵不会得到安宁。麦家是绝对值得你这么做。二奶奶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一大清早哭什么？陆二爷啊！二奶奶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被人用土掌击死的。二奶奶听说仇安恶要杀光全家，心里很害怕，她就自己偷偷出去，说到苏州的娘家躲一躲。谁知道一大早被人送回来就……赏恶罚善令。这回真的是大难临头了，逃都逃不了。赏恶罚善令，月圆取命，离城祭死。仇万恶，你好狠呐！连个柔弱妇孺都下此毒手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。要杀的人你也敢抢，实在是佩服佩服啊！哼，你终于来了。我是来提醒你一声，月圆之夜的约会不要忘记了。哼，干嘛要等那么久呢？相约不如偶遇。送我回家吧，我不想再连累你。回去干什么？等死啊！总之会有办法的。那有什么好办法？你跟我在一起啊，才最安全。这样，我把你先送出城藏好，然后我再回来收拾仇万恶，还有那个纠缠不清的臭小子啊！走。你怎么跑那么快啊？仇万恶呢？这儿没有他要杀的人，他来这干嘛？这里有要杀他的人。嘿嘿，你是杀不了他的。先告辞啦。你。驾。
家之人，离城者死。卖家之人，谁？快出来！哼，装神弄鬼的，吓唬谁呀？我已经警告过你们，出城者死，没有人能够从赏恶罚善令手上逃走。看来不用等到月圆之夜，今天全部都得死。仇万恶，你要找的是卖家，不关他的事。谁说不关我的事啊？你是我带出来的，想捧我天下第2的人，没那么容易。看来不用等到月圆之夜了。小乔姑娘在哪？原来你还在想着卖家大小姐啊？我没工夫在这里看你们打情骂俏。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有金丝软甲？金丝软甲，我生下来就有了。怎么着？怕啦？看在你爹的份上，今天放你一马。你要是再敢添乱，我绝不客气。他为什么会放过我们？那你去问仇万恶。还有啊，你的小乔姑娘在那边。关大哥。啊。咦，凤姑娘怎么走了？其实，她人挺好的。你有没有受伤啊？其实我并不姓关，我姓燕，燕追云。燕家堡真的死了那么多人？整个燕家堡只剩下我，还有妹妹燕无双。那无双姑娘呢？这么多年都没有她的消息。燕公子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找我父亲，他可以帮助你查找一下无双姑娘的下落。谢谢你。燕公子帮我这么多，这点小事算什么呢？你可以叫我燕追云。燕追云？那我还是叫你燕大哥吧。我送你回去吧。我还会见到你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虽然没有涉足过江湖，但是我知道江湖从来都是不平静的。你的生活是属于你自己的，是属于现在、属于未来的，而不是属于仇恨或者过去。看来燕公子他们两个都不是仇万恶的对手。难道是我们低估了他了吗？爹，我们是不是先避避风头？姓麦的，你们什么意思？黄先生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哼，问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，你不说。现在倒好，我的玉不见了，什么意思？
来来来，你们看，我的玉就放在这儿。会不会是仇万恶来过了？仇万恶虽然坏事做尽，但这种事儿做不出来的。你们卖家能不能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往人家仇万恶身上推，好不好？说不定是我们家中出了内贼。长春呐，平常有没有下人来过这里？这里是客院，下人很少来的。这里都住些什么人？还有寒月刀和赤焰剑，要不要我去他们房间看一看啊？不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寒月刀和赤焰剑是我们亲自挑选出来的人，况且我们在选拔的时候也查看过他们的资料。哼。燕追云，看你能跑多远。燕击长空，沧浪滋；横刀追剑，风云自。梧桐渡，枫桥低，相携白头痴。寒山词，洞庭诗，长剑若相思。你的表情我不了解，既然已过了季节，你为何还这样视不见？难道你决定不要两人世界？我化作蝴蝶和你双飞，这一次是我狂热的陷入你对一个人的世界，两个人的嘴，怎么你会这样说，这样以为？我真的愿意和你双飞，有你的日子好过我独自体会一个人的孤单，两个人的悲。就算路再长，黑夜再黑，我绝不后悔。就相信感觉，你的表情我不了解，既然已过了季节，你为何还这样视不见？难道你决定不要两人世界？我真的愿意和你双飞，有你的日子好过我独自体会一个人的孤单，两个人的悲。就算路再长，黑夜再黑，我化作蝴蝶和你双飞，这一次是我狂热的陷入你对一个人的世界，两个人的嘴，怎么你会这样说，这样以为？我真的愿意和你双飞，有你的日子好过我独自体会一个人的孤单，两个人的悲。就算路再长，黑夜再黑，我绝不后悔。来一劫，你们全府上下就等着受死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乐云死了！仇万恶，我做事处人，与我府中仆役何干？
要想杀我，又何必枉杀无辜？我只杀那些沽名钓誉的虚善小人，只要肯放弃行善，做一件恶事，就不杀你们，否则一个都别想活。仇万恶，你别跑，我要抓住你！站住！怎么是你？我在找仇万恶。哼！这些日子，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了。我知道这些日子以来，大家都提心吊胆，没人睡过一个安稳觉。现在离月圆之夜越来越近。虽然我已经联络了官府，而官府也答应会在月圆之前派人来，但到了月圆之夜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谁都不会知道。其实我已经想好了，也为各位准备好了遣散的银两。但你们这样走，仇万恶是不会放过你们。为了你们自己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要对付卖家。抢东西可以，打人可以，总之你们都要变成恶人，逃命去吧。我知道你们都是善良的人，所以你们更没有必要为卖家陪葬。你们可以马上动手。老爷，您不用再说了。我们跟随您这么多年，虽然我们学不到你的为人处事，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走，要死也要在卖家死得清清白白。你们的心意我都明白。现在我要告诉大家，卖家的历代珍宝、各种贵重物品，甚至一切的一切，都在这里。你们谁要是想开了，你们随时都可以偷，可以抢，可以砸，我都不会怪你们。麦大人还有没有别的计划？杭州知府已经联络南京刑部，说是江南第一名捕秦兆会亲自来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。江南第一名捕秦兆？哦，你也认识秦兆？听说过，他是一个厉害的角色。不过，有什么话就不妨直说吧。毕竟秦兆在官场多年。这些人欺压百姓倒还行，真正做事靠不住啊！大人，看看大明天下，一个昏庸无能、只会享乐的皇帝，一个残害忠良、贪得无厌的太监，为祸苍生，国家灾害连连，却根本不顾惜百姓死活。如果不是这样的朝廷，又怎么会出现仇万恶这样的人？你想说什么？大人，我们应该全部变成恶人。胡说！我麦玉阶是无论如何不会像仇万恶那样的。大人错了。大人，到底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？现在天下大灾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大人您德高望重，如果大人振臂一呼，一定会群起响应。表面上，大人是变成了天下最大的恶人，可是，大人如果能够把昏庸无能的皇帝和那个残害忠良的太监，这反而解救了天下苍生。岂不是又变成天下最大的善人吗？你这不是把麦某推向一个不仁不义的境地吗？善恶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限，只要是为了大善，就是暂时的小恶是可以接受的。对，为大善而行小恶。大人有没有听说江湖上正有一批豪杰准备起义？有这样的事情？大人有没有听说过文十三？文十三。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吗？不错，文十三颇有江湖地位，如果由他出面，马上就会有大批江湖豪杰一起对付仇万恶。我麦玉阶的事情，我一个人承受，我是绝不会让这些江湖人物插手的。不是的，大人，我们找他们过来，表面上是可以解决仇万恶这件事，事实上大人可以……不，我不同意。我麦某无论如何不会做那种事情。大人，不要再说了。我相信天，人可以不公，但天自有公道。这个寒月刀和赤焰剑果然不简单呐！不仅不简单，而且很有心计。只是有些话他们不该说出来的。明天我就可以查清楚他们的来历。
年轻人心太急呀。如果他们要是诚心帮我的话，倒是一个可以培养的对象。如果是敌人派来的话，再来一碗。哎，来了。这真是好吃啊！没想到江南还有如此美味儿。你慢用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鸭胰子啊。鸭胰子？鸭胰子是什么东西啊？鸭胰子就是，哦，肝边上就是胰子。喂，你干什么？吃就吃嘛，干什么动手动脚的你？这样，我今天把你这里所有的东西全都买下来。你放屁！我告诉你，咱可不是什么姚姐儿。你以为你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了？你想买，我还不卖呢。你，好，那美人姐姐，再给我来份鸭肝，好不好？这不叫鸭肝，叫鸭胰子。我说叫肝就叫肝。我发现你这人真奇怪啊！好好的鸭胰子，非要叫什么鸭肝？美人姐姐，你知不知道天底下什么人是金考玉颜呢？我再换一个问法，天底下什么人最尊贵？这谁不知道？是当今皇帝啊！我就是那尊贵的皇帝。你是皇帝啊？那我还是皇帝他娘呢。朕就是大明天子。灵儿，你起来了。义父，寒月刀、赤焰剑不可靠吗？非常可靠，但是你要记住，没有人是永远可靠的。那义父需要我做什么呢？经营一个大家，远不如经营一个小家这么简单呢。为父虽然掌管着东厂、西厂，还有锦衣卫，但是维护国家、朝廷的安定，还是觉得有点势单力薄呀。燕儿明白。你的伤还疼不疼？好好休息，以后就看你的了。凭这2个人报的资料来看，他们的师门根本就不可能教出这么高的武功。这么说，他们2个有可能是内贼？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就是寒月刀与赤焰剑，不过只要他们真的是内贼，我相信他们早晚会露出马脚。还有一刀的那块玉，绝不能落到外人手里，一定要想办法找回来。仇万恶的资料查得怎么样了？消息说仇万恶确实武功高绝，但是只要有张修齐在，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长春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贪生怕死、丢人现眼的儿子？小畜生，我不如一刀杀了你倒干净。爹，你听我说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爹，我知道我的武功不行，我不是仇万恶的对手，我保护不了麦家。可是现在谁也保护不了麦家，这个麦家就要完了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先变成恶人，才能活下去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对付不了仇万恶？
即使我对付不了仇万恶，我即使死，也要死得光明磊落呀！爹，死并不是最好的办法。其实我也不想变成真正的恶人，我只是想暂时的变成恶人，只是想活下去而已。爹，哎，老爷，你劝劝我爹。老爷，您不是想做善事吗？如果只是因为一个气节就死了，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了。老爷啊，人活着才有更多的机会去做善事啊。所以我做恶人只是为了做更多的善事。老爷，长春呐，这些年来我一直待你视如己出，也对你寄予厚望。如果说麦府真的有人走的话，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是你。老爷，银川教子无方啊，在这种危难关头竟出了这种事儿，银川实在无言以对，更没有脸去见列祖列宗啊。长春，你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。现在你我的缘分已经到了尽头，出去以后好自为之吧。老爷，你真的可放我走吗？慢着！你忘了抢东西了。你如果这样出去的话，仇万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长春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现在是恶人了，我要带你走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你放开我！小乔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不想死，也不想你死，我带你走就没事了。你放开我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你放开我！爹那么器重你，二爷对你期望那么高，我一直把你当我的哥哥看待，你不能这样做。小乔，我不想死啊，人死了就万事皆空，什么都不会有了。小乔，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可能永远属于你，只有自己的生命才是唯一真正拥有的。可你如果不能掌握自己，即便拥有了生命又能怎么样呢？你已经失去了你自己了。别说那么多了，跟我走。你放开我！喂，干嘛呢？三乐。阿弥陀佛，小陆少爷，你口口声声的说什么大恶小恶、大善小善，骗得我三乐都想拜你为师。原来你心中根本不懂什么是善恶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爱惜生命难道有错吗？我现在不能去普济天下，难道我独善其身就不行吗？独善其身虽然可以称为善，但是你不可以把你的想法强加于他人身上，那不就变成恶了吗？长春，善与恶只在一念之间，你只要放开自私的想法，多想想别人，就知道善和恶的区别了。对呀，你也不错，你也可以做我师傅啊。好，既然你们都觉得我恶，那我就恶到底。阿弥陀佛。该走的早晚都会走的，不该走的无论如何都会留下来的。可是并不一定非要通过这个方式啊。不管通过什么方式，对于我们麦家来说，
陆长春这类人都应该是首先被淘汰的那种人。只有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，对未来能承担更多责任的人，我才希望他留下来。爹，我一直都觉得长春是为了活下来才这样做的，他的本质并不坏。不如我们把他找回来吧，即使不让他回来，也不能让他变成一个坏人呢。真正的压力不到，便看不出真正的人心。其实仇万恶的出现，对我们麦家来说，并不一定是坏事。因为这样一来，我就可以看清楚所有的人了。看清楚了又有什么用呢？不忠诚的人都活下来了，忠诚的人都会死在仇万恶的手中。仇万恶并不能杀死麦家所有的人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麦家的人全都要变成坏人了，我大和尚可怎么对付得了啊？七杀经的功夫有哪些？刀、枪、剑、拳、琴、气、力，融天下最高的7种武学为一体，7种功夫，7种绝杀，所以叫七杀经。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仇万恶最擅长的是黑魔掌，但他的掌法中似乎有了剑的影子。莫非他已经学会了七杀经？哎，不可能不可能！学会七杀经就天下无敌了，那我大和尚还怎么去对付仇万恶啊？当年我燕家堡被灭，就是因为七杀经的缘故。如果仇万恶真的学会了七杀经，也许他会明白灭我燕家堡的真相。江湖毕竟是江湖，早就没有人问这些问题了。人们都在想着如何得到七杀经，成为新的武林霸主。所以你退出了江湖？是啊，我是想退出江湖，但是人一旦走入江湖，就再也无法脱身了。江湖像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只要你一旦卷进去，而那些恩怨是非就会永远翻卷，无法停止。其实，就算你现在查清了事情的真相，又怎么样呢？那只不过是一连串事件的一个起点。这么多年来，武林门派为七杀经而起的恩怨纠缠，绝不会因为起点的改变而变得不存在呀。你杀了人是不可更改的事实，人们来找你寻仇，那是让一些新的恩恩怨怨、是是非非继续在这一连串事件中堆加。事实上，江湖的恩怨就是一连串永无休止的事件。就算你抽去了其中的一环，后面的事件照样会惯性的继续下去，永无止境啊！所以你选择逃避？这只是一种生存状态，而我喜欢这种状态。但你根本无法逃避，因为你参与了当年围攻血洗燕家堡的行动。是时候了，该偿还这笔债了。你动手吧。你怎么还不动手啊？我发誓，我是希望得到公道，而不是杀人。我也杀了燕家堡的人，虽然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真相，但我知道，我一定错怪了燕家堡。
当年围攻我们燕家堡的54个人，一定有人发现自己做错了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。有时候，过分的追求自尊和荣誉，反而会失去了自尊和荣誉。你是一个让我值得尊重的男人。我选择了退出，并不是要回避自己的错误，而是为了避免自己再犯错误。你应该杀了我。你应该杀了我。燕大哥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我顺着你的琴声，不知不觉就走过来了。燕大哥也喜欢琴吗？如果燕大哥喜欢的话，以后你可以经常来这里，我可以弹给你听的。不过你的琴声似乎有些压抑。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。你不该承受这么多压力的。有时候很多事情突如其来，并不是由你自己所决定的。陆少爷走了吗？其实你可以跟他走的，为什么不跟他走呢？你希望我跟他走吗？至少可以保住你的生命。你打得过仇万恶吗？我不离开这里，因为这里是我的家，这儿有我的家人。可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呢？因为只有在这里，我才能遇见仇万恶，才能查明我想知道的真相。可这里离死亡也更近。作为一名剑客，死亡就是他的命运。一个要走，一个要来。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有那么多的不同？其实人与人之间是相同的，不同的是你选择的是无私还是自私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多谢施主。多谢多谢。
我的东西你也敢偷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你！我今天替天行道，帮大家收拾这杭州城的小偷。丫头，这是你的钱袋。丫头的身手不错呀。那，谢谢你啊。宝贝，这是好宝贝呀！你今天赚大了。老头，你给我站住！丫头，你叫我呀？叫爷爷我有何贵干呢？你以为拿了我的东西就能跑得掉吗？东西？爷爷没有啊。对，嘿，这个倒是你的，丫头，你也太小气了，你都给了人家，又要回去，我还给你吧。哎呦，真是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别装蒜了，快点把我的东西还给我。手上的东西，嘿嘿，丫头，我是看它放在你那实在是不安全，所以呢，我好心的先保管起来。好啊，你是不打算物归原主了？这金凤鱼尾锥可是云游披挂福三娘的成名暗器，让你小丫头也不可能是他们的真正主人。这东西啊，谁拿到谁就是他真正的主人。看我怎么教训你！丫头，早知道你浑身都是宝贝，我就把你整个人都保管起来了。好，那就谢谢爷爷了。谢谢那就不用了。这些东西呢，我现在就是它真正的主人了。我只知道你偷东西的本事大，还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东西的本事。不如这样，你把东西放在那儿，如果我有本事拿回来呢，那就算我的了。光我一个人拿，没意思。那不如这样，我把我这包里所有的宝贝都拿出来，你把你的宝贝都拿出来，谁有本事抢到就算谁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丫头，你的呢？等一下。丫头，你骗人！没有啊，我的东西被你抢去了呀。不过你这个丫头倒是挺有趣儿的，挺对爷爷胃口。这么着，我今天就让你输个心服口服，这东西都在这儿，有本事你就拿。那输了你可别耍赖啊！